来，这个台东是风台第一个冲到位的所在。早起这个风台也未登陆进前，就已经透大风落大雨。富江渔港的海涌渗到3层楼啊悬，是直接渗过河岸，渗入去内港。渔民是真担心会甲船只渗陷海。啊，那台东市区路树乱飞，民众寸步难行，雨伞嘛拢开花。台东县富江渔港出现2、3层楼悬的大风险，渗过爆花，灌未来内港。中度风台洋流直直变化，东南部新受到影响。今日透早电流加上风雨真强，海面上的海涌渗真悬，当地渔民拢无看过这个画面。渔民也是非常的担心哦，他们就赶快开车来到现场来观察。那么没想到就发现真的有这个渔船，因为满潮再加上大浪的关系，这个绳索是已经松脱了。渔民冒险甲船仔把手法，惊船仔乱到海去。富江渔港歹天情海涌，互人看甲着真惊。啊，伫咧台东市区，风雨飞流嘛惊倒人。树瓦桥吹甲东倒西歪，台东市区透早就出现大风雨，民众穿雨帽行伫咧路尾，风真正足透，想要向前行就真困难，因为洋流风台的结构错个向。气象署的预告，台东的阵风达到12级到14级，台东的果菜市场内底，敢若剩无几担伫咧做生意，风继续伫咧吹，业者放盘做事，就惊趁钱加死扣吹甲无去。风收透，互帆布歹固定，业者嘛必须甲担固定好势。民众行伫咧市区的路的雨伞嘛直接击花，洋流风台扫来，东台湾先受到影响。提醒民众拢爱注意家己安全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